从真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初3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三岛市风台的中心是也未登陆。目前风台的中心伫高雄西南边的海面上，向北北东行。暴风圈已经包含彰化以南、南投、花莲、台东和澎湖，开始对新竹以南、宜兰造成威胁。咱同齐来听气象署拄则8:40上新的说明。各位朋友，大家早安！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中度台风山图尔的中心，目前正往高屏的方向接近。气象署在早上7点25分，也针对高屏地区发布了台风强风告警。现在它已经来到了高雄西南方大约40公里的海面上。我们预估它会往东北的方向，在中午前后在南部地区登陆，进入陆地以后，强度会迅速的减弱。清晨，我们已经针对小琉球发布了台风强风告警讯息。在7点半左右，小琉球也观察到了12级的强阵风。也就是说，从昨天到现在，彰化以南的地区、台中到桃园的沿海地区、台东沿海地区、绿岛、兰屿、澎湖、金门、马祖以及恒春，都普遍已经观测到11到13级的强阵风。今天除了台风环流一直在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不断的一直还是有这样的强回波移进，造成短延时的强降雨。这种短延时强降雨可能瞬间会带来1小时80-90毫米的降雨。今天在整个东半部地区、南部地区都还是这样的下。这是今天到晚上8点的累积降雨的资料。我们预估这样的雨随着台风登陆以后逐渐减弱，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南部、东南部的雨就渐渐的可以缓和下来，但是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雨还是会持续下。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雨在明天也会弱一些了啦，但是明天北部、东北部还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今天在台北山区、新北市、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一直到云林以南的地区，还有绿岛、兰屿以及澎湖，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台北山区、花莲的山区、台南、高雄地区和屏东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大豪雨。来关心风台山岛市看扫，伊行的速度真慢，影响咱台湾的时间嘛又真长。气象署是安算讲，伫今仔日中昼左右，风台中心有可能会伫高雄登陆，到时风台强度大概是中度的风台到轻度的风台之间。今日咱全台湾各县市同款是全拢停班停课。三岛里风台继续挖近台湾，台东绿岛风雨愈来愈强。环岛公路大型趴在大树顶头，风影是真大。气象署讲，中度风台三岛里行的速度真慢，影响时间行久长。即马中心伫咧高雄西南西方，为了继续减弱，可能伫中昼左右登陆。登陆就中午前后，高雄那边的登陆的几率比较大，它就持续在减弱。那登陆的时候，可能还是中台的等级的，中台下线到轻台上线这个区间了。而且估计风台三岛里伫初3登陆台湾了，会快速减弱，可能真侪伫潭尾风台了，史上第2个伫咧台湾天顶消失的风台。因过当年潭尾风台造成高屏地区严重淹水，这边南部地区拢传咧弹。那当然比较确定是有引发一些西南气流的这个公办效应。今天这个个案由于是中度台风，所以它应该会比当年的这个台美台风还来得剧烈，所以那个西南部的地区的民众要小心。三岛里风台带来强降雨，造成台东几日条溪水涨起来，避南过溪水已经挖近警戒线，当地警察伫咧罗雅乡乱山大桥两边采交通牌有封锁线，实施有警性封桥。屏东县吹离连续第2天放风台假，行损连了风雨愈来愈大。路边的餐厅、饮料店拢因为风台假，再加上风雨愈来愈大无开，有开的无几间，生意也无好。这粒风台行这么慢，业者是真头疼。这几天游客都不见了啊，然后公车也停驶啊，在地人风强雨大也不出门啊，影响蛮大的，生意掉了大概80%。风台的风波，和高雄有一寡所在停电，上严重的林园区8有超过2000户停电，当地有真侪养殖渔业、保干仔业者拢有转发电机设备，目前是也无传出灾情。台电讲，吹离全国8停电的户数是65325户，超过9成都已经修理好。
所来会看风雨情形继续抢修。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山岛级日头伫屏东高雄西南外海拍箍啊细可怜，造成邦寮海墘啊风影真大，甲一搭旧宝花冲甲绑起，嘛甲新龙川挖进出海口的大牌宝花冲甲破空。这几天阁是大楼海水倒激，嘛造成中山路一搭渔湾啊已经淹几落工啊，水拢无再调替。我出海口海影是冲到真悬，一直对这个大影冲出来的爆发的破空冲入去。相关单位收到通报，较紧来看。受到风台3度2的影响，初日屏东邦寮乡沿海风影愈来愈大，造成我出海口的环珠轮大牌爆发风冲出一个差不多2公尺宽的大坑，内部嘛持续互大影冲甲愈来愈薄。投注了消波块跟这个太空包，那后续呢这个善后的修复工程，要把防波堤维护好。县长周春美下晡嘛紧急到邦寮去视察灾情。大庄村沿海一个真旧的爆花，这几天伫大影的侵蚀之下，凹出一个差不多长30公尺的破口，大影嘛一直对这个破口冲入来。迄拢搬过来，变成讲甲伊的迄个啥体院的下骹迄个啥电梯哦掏空，一掏空了，啊规片的迄个啥迄个体院无拢坍塌。沿海爆发的石窟泥啊，光线真济，造成抢修真无简单。官府出动大型的机具斗3工，附近的渔湾嘛塔沙包防止淹水受灾。但是3度2靠向台湾，这几天拄好拄到巴楼，中山路一个渔湾因为海水倒激排水袂赴，开始淹水。涨潮大潮这样子，然后水排不出去啊，感觉那个水道有阻塞这样子，然后没有清干净。淹水一直淹到下晡2点外，毋若无退，电导是愈淹愈悬，服业者受到烦恼。石窟泥仔的沟啊，佮因为大水查塌掉，这因素看起来拢是满水位。过暝了，若风雨佮增强，恐惊灾情会佮扩大。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风台要行哪唔行，影响上大的就是南部小琉球和恒春半岛，因为风伤透，甲电线吹断去。昨在小琉球有3000多户失电，目前已经恢复一半较加。另外，伫东港昨在嘛淹水淹到卡岛，目前水已经退啊。那边的水利川渔港，因为大楼加上风雨，水流差拢互拍起来岸边。3度风台来啊，屏东沿海下晡开始风雨是愈来愈大，东港镇后寮溪水是愈来愈悬。当地里长烦恼讲，较低所在淹水，过无偌久就出来算看卖。你们有档，我们会先来这边看水闸门有没有启动。东港较低所在，定来因为海潮加上大雨造成积水。另外一边的东丁里圳头路，早时5、6点就淹到骹肚才悬。这大路有水啦，到迄个路啊，咧浪起来尔啦，无介悬啦。啊，若是大楼吼，咸水、海水诶，都会积起来。加在附近徛街拢有贴悬起来，水无淹到厝内底。早时8点左右水就退啊。不过烦恼讲风雨搁较大，民众赶紧搁甲里长加拖一寡沙包。大楼位遐就淹，啊，迄边啊淹，安尼淹到遮。啊，敲电要甲伊讲好个，管你用沙包来还大家。无来到地步边咯。国往南的那边乡水利村渔港，因为海潮加上风影，水一度淹到岸顶，岸边四界拢是水流茶。配合每天的涨退潮，因为第一次涨潮在7点多，所以早上5点的时候，它会随着时间慢慢涨到一个顶点，然后所以早上这边港区大概淹到我们防水闸门的第1阶。烦恼民众还佫伫渔港内底，可能有安全的问题，海巡赶紧来巡逻。那边乡较低所在，较会积水，乡公所也真注意，抽水机一直伫抽水。可能会有风雨，什么时候会大，什么时候小，不知道。所以我们一看到有水可以抽的时候，我们就抽。这个3个抽水站的水位，我们都抽到最低。风台风雨若可能造成这淹水，风真透直接甲电线吹断去，造成这小琉球早起有3095户无电通用。现在风雨比较小了，路上人冷清清，都没有。民众趁风雨收发较低时阵出算看卖，台电另外也赶紧算修理，至少已经复电1777户。另外，邦寮乡、村里乡也部分停电，陆续伫抢修。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区风雨是真强，前阵有老树的根本地就烂去，即个风台来，规个互风台扇倒去，去缀着青红灯，加载无缀着人。啊，若真本的民众是惊车佮浸水，甲奥多摆吊悬，甲车吐悬。啊，若伫国道10号的下骹的路边，车是拢乌白擦。
前镇通联客运随风站头前的老树，因为伊的根本得着暖气挽袂掉，全倒去，甚至佮甲车红灯规个地价变形，着惊伊入暗7级以上的阵风会来，会造成佮较大的危险。工作人员赶紧作业。到落的是天空河，嘿，啊，迄边处理到变600高雄风雨哪来哪大，暴风圈继续升到南部地区。市府对10月初1停班停课开始，开放全高雄市309个场所，包括国中小学计共9705个临时车位。今日伫咧高雄人武特殊学校的外口，会当看到讲真侪民众拢提早做准备哦。其实因早就伫咧这个人行道的部分，拢甲因的车刷来车是停到满，甚至伫咧校园内底啊，这停车位早就已经甲告示牌啊讲。已经全部停满。也那人武电关路国道10号下骹沿路无画停车格所在，违规停车超过1公里长，就连奥多摆嘛违规停伫咧安全岛。无伊啦，啊，了拄好若拄有就扛落安那。顶界有去饮着无？有哦，内面足悬。着惊车会阁浸水，人武的民众应该会惊，应用千斤秤甲汽车经好悬，嘛有人用锁啊甲奥多摆吊起来，厝内物件是会使贴的，拢全部贴好悬。哦，饮水饮了太用的啦，阮用3台车，2台车保卫。仁雄路顶界嘛是重灾区，这回嘛甲风水的门砸加超过1米才悬，诊所店家是拢贴沙包做万全的准备。市府表示，小煞有接到一寡建筑物毁损、路树、空板落落来通报，目前无传出人员伤亡，会继续排除。提醒民众入暗风会入线入响，雨脉落甲正青光，千万着爱斟酌。记者民警区朝阳高雄报道。来关心天气，风台来啊！今仔日咱台湾同款继续受风台，也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中南部的风雨是爱等到下暗到明仔透早才开晓。咱来看云图。即马风台同款是要来哪，要入来哪，唔入来安尼。今仔日屏东的山区也有台东，同款也有局部大水雨，也是超大水雨。尤其是台东的金峰乡，目前累积雨量是已经超过1486毫米。花莲、台北的山区北海岸，南部的高雄、屏东嘛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南部的嘉义、云林，北部的基隆、新北，也有东部的宜兰、花莲，含外岛的澎湖、红头树、绿岛，今仔日的雨嘛同款的不加大。桃园以南到彰化、南投，也有台北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风影的部分，因为风台瓦近，风力继续增强，各地头今仔日的强阵风拢是9级至13级。台南、高雄、屏东沿海较空旷的所在，阵风有可能会达到14级。受风台影响，花莲的山区嘛开始咧放，特别是4月初3地动了后，三站部落的民众即马烦恼这石啊、土石放到溪底去砸着溪水，会害因规个庄仔头拢灭掉。另外，昨昏嘛那亲像有老大人跌落美仑溪，警消即马已经派人去找。苏花公路的部分，因为开放的时间是一直咧调整，有民众互相无熟悉，小少砸机灵车斗阵上北。车真济，一台刷一台，拢是往北行，就行管制站10门个关起来。外地来耍的旅客更加是想尽办法赶上苏花公路，上北放行的时段赶紧来离开花莲。我们在饭店坐电梯的时候认识的，对，坐电梯的时候认识的，因为我们要回，我们是海南人，我们要回台南，然后我们要回宜兰，就是一起生活都回不去。原本这2撮人拢无熟悉，因为风台关系意外来结缘，不过伫放行的过程却是状况真多。这台nguyên色的车骑伫路中，警方来到现场关心，敢若是电池无电，汽车无法发动。在地的市民众也来看卖，斗3工。放映时间一直改变，原来只有7日下晡1点进前3阶段开放，临时佫增加下晡3点到5点，伫暗时6点了后才佫再管制。只是安怎讲，开放拢有条件，当地也是有不少旅客留伫遐，只有该当作是度假咯。他们就是因为回不去，他们就说就度假，就纯度假，没有你要怎么想？跑到这里买东西，然后到那里去逛一逛，可能那边营业的不多，然后他们又回来又再补充。风台一直换来，花莲路暗，风雨开始增强，消防局也接到通报，讲美仑溪敢若有老人落水，赶紧派出警消人员沿花来找人。
警消人员了水，哪行哪找，一直无看到人影，只有连续有落大雨的情形。烦恼讲溪水涨起来有安全的问题，伊都看情形赶紧撤离。因若除了大雨，再起后地动，山山坡路边仔无命开，水流甲串串流，伊阁真多。伫0403地动了后，山坡房山石头全部落到溪床顶面，就惊这摆风台土石落落来更加严重，民众是感觉真烦恼。它这个落石会一直持续下来，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会担心的原因就是这样，它会导致说我们山镇这边会淹没，所以我们会害怕。风台也未定了，花莲已经受到影响，就算3度的风台有个月威力变较弱，不过大来影响也是要细腻，爱小心防范。记者综合报道。目前风台是造成国内2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是花莲寿丰乡70岁姓赖的吴志松，伊风台天想要去加树尾，做有风台的准备，严阁无细致，对3公尺悬的马椅摔落来，送病院救无回来。患者为1名男性，患者在修剪树木时不慎坠落，高度约3米高，现场患者无意识、无呼吸、无脉搏。这个住伫寿丰乡盐寮村70岁姓赖阿伯是昨在10点外，甲伊的牵呢牵手要做火器修剪，因门口埕的树啊，无细致对差不多3公尺悬的马椅摔落来，当场无生命的现象，赶紧送病院急救，尾啊不幸过往。因若伫台东，即届风台雨是真惊人，太麻里的溪水是规个涨起来，日本的山区土石放落来，伫白玉水墙边啊，即马是搁出现另外一个新的水墙。啊，若伫红头树外海靠搭外只货轮船员拢已经救起来啊，也毋过即马货轮开始咧漏油啊，恐惊会对海洋造成影响。南回公路嘛有真侪灾情，顶一日有大石头去击到一只货车，66岁驾驶重伤送病院，伫昨昏不幸过往。大石头甲小货车的驾驶组喊甲密密麻麻，66岁细粒的驾驶真侪所在拢骨折，虽然第一时间救出来送病院，但是因为伤势相当，车子引发火性的效气，病院抢救无效嘛是过往，是这摆3度2风台第1例的死亡。那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这个救助的专案。那我们目前是由赈灾基金会40万，那卫福部20万，那我们台东县政府也是20万。台东地区大雨是继续在落，金峰乡太麻里溪因为落大雨，熊熊淹起来，对桥墩一直冲，公路单位嘛随时监控桥的安全。伫日本的山区的土石嘛，互大水冲落来，伫有名的景点白玉水墙边啊，甚至佫出现新的水墙。就是通这个水沟。为什么？塞住了啊！塞住了。在咱厝的外海巴贝多一个货轮靠搭入水，19个船员车已经吊挂到咱厝，但是货轮是一直留甲龙门港附近靠搭，丰原一直口船体已经出现破损漏油，当地民众烦恼讲污染会继续扩大。因为那个区域是我们赖以为生渔业的很重要的一个场域。另外，南回公路真侪所在拢有零星的灾情，亲像大鸟村是出现土石流，多良和太麻里拢有土石放落来，因为小连续一直落大雨。公路局台务工务单讲，初日尾暗5点开始，对新丰南到台务路段已经顺风起来。那下午5点开始，因为视线也不好了，那台风大概也快登陆了嘛，那我们考量到豪雨也会很强。另外，伫大高山鹿野四围往龙过尾的方向是严重土石流，好在无人员伤亡。另外，达仁乡的土板部落另外道路嘛，互土石占条咧。村长较紧会动警方来撤离村民。到初日中昼，大东乡各乡镇撤离的人数拢总是2763个人，以大武乡上济。另外，伫达仁乡南边公园的海沙坡，有民众是发现一只海猪，疑似互大鹰拍起来岸顶，种类阁无法度辨认。虽然讲看起来阁活咧，已经通报海巡和相关单位，不过因为风影实在伤大，目前是无法度活过去。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来啊，咱全台湾的陆海空交通拢会受影响，代替一寡路线是停驶的。若咱国内航班海运是全部拢取消，建议民众无代志唔好出门，若是国部长爱出门，爱先了解交通的动态。受到3度2风台影响，桃园初日风正强。这台自菲律宾师傅飞来台湾的班机，伫咧机场的跑道有7风的情形下要降落。飞机较要害，民众有小可惊一个，好佳在是平安降落。下降部分会比较会颠簸这样子而已，然后侧风会稍微机身有点小尖叫。他也不敢收起来，然后后面会觉得真的是
很害怕，然后觉得手脚都发软。台铁自初二开始部分停驶，初三中到12点钟前，东西干线对号列车全部停驶，南回线甲全部的支线也拢停驶，好多伫咧花莲的民众无法度回去。就回不去花莲啊！花莲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停驶了，然后明天又不确定，那我们怎么回去？台湾高铁今仔日下昼2点钟前，台中依然暂停无驶，2点了后正常发车。公路局到初二6点钟前是有警性封闭21个路段。伫空中交通部分，国内航线今仔日全部取消，桃园机场今仔日取消59班客货运航班。伫海运的部分，今仔日全部拢停航，国内加两岸船帮总共取消161航次。因为风台变化正大，所以乘客伫咧出发进前就要先查清楚上新的交通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台铁路线真济，一天平均的载客量是超过60万人次，坐车的人真多元，服务量嘛真大。遮侪乘客伫车厢内底，若是找无服务人员的时，会当用简讯来表达意见。台铁表示，因一年收到超过45000通简讯，其中是来反映讲车厢内底伤差的问题是上济的，差不多是2万通。那另外打电话来反映的，一年嘛差不多有8000通。表示讲，伫车厢内底伤差这个问题，是互民众上无法度忍受的。来看《自由时报》，伊拢伫昨昏向以色列发射至少180粒飞弹，两国即马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嘛造成这个区域的航班大乱。全世界、全球真侪航空公司今仔日拢取消飞行机班，无到时改别抓路行。黎巴嫩、以色列和科威特在中东的所在，飞行机场、飞行机班拢有万分。来看联合报，美国军火商雷神是牵涉国际诈欺，引起国际上的关心。咱的国防部是表示讲，美国的司法部已经和厂商达成认罪协商，会将不同的利益全部拢hand予咱台湾。来关心之前有美国媒体就报讲，在美国卖武器予咱台湾涉嫌国际诈欺，原因是美国的国防部承包商雷神公司，因甲军事武器的介绍有关，包括飞弹也个雷达系统拢是，要予咱台湾的时拢卖较贵，甲咱台湾卡油。咱台湾的国防部是强调讲，即马美国的司法部已经和厂商达成协商，会将这不法所得全部拢还予咱台湾。国军伫咧8月对外公开介绍爱国者飞弹精准的射中飞机，展现中管空的战斗能力。生产这种飞弹的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也负责生产几6项美国对台湾军售的武器。严格怎说传出国际丑闻，有外国媒体表讲，雷神公司涉嫌宣布军售介绍，造成国际友邦损失，台湾也受害。雷神有关爱国者飞弹也个雷达系统的介绍，对此咱国防部回应讲。美国司法部已经跟雷神达成认罪协商，会将不同利益拢退给咱。那么这个案子正好证明了美台双方在军售的制度上都有非常严谨的防弊设计。考量整个案子是司法侦办的案件，那么细节没有办法公开，以免影响进度。拜登伫咧任期改版进前加大挺台力量，美国前总统川普是认为。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大幅度提悬到占 GDP 10%，换算是大票2.7亿。以明年国防预算6470亿来看，占 GDP 2.45%，是差4倍。要达到这么悬的条件，会严重影响其他预算，实际上是做袂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以色列现此时伫和黎巴嫩南部和真主党咧相战，已经有造成8个军人死亡。外界是认为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捌讲过，讲要互伊朗付出代价，有可能会攻击伊朗的核能设施。既然美国总统拜登昨昏伊是对外表示讲，伊反对以色列安尼生做。就伫咧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可能为着要回应伊朗伫初一的飞弹攻击，而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英国 BBC 报道，伊朗的原住民组织主席艾斯拉米淡化这种可能性。伊讲以色列定定安尼威胁，
但是伊朗的武装部队有必要的威胁力，也已经做好准备。美国总统拜登催利讲，无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核子设施。The answer is no. We'll be discussing with the Israelis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but all 7 of us agree that they have a right to respond, but they should respond in proportion. 以色列也威胁讲要攻击伊朗的产油设施。伊朗讲，若是无进一步的拨人行动，伊朗对以色列有史以来上大规模的飞弹攻击已经结束。不过，以色列甲美国拢讲会拍长去。除了受到伊朗的直接攻击，以色列催利也伫咧黎巴嫩南部，甲有伊朗伫咧背后支持的真主党交战。以色列军方宣布，又有士兵死亡。迄当阵为了要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派部队跨过国界。士兵伫战斗时阵为国牺牲。אנחנו בעיצומה של מלחמה קשה נגד ציר הרשע של איראן שמבקש להשמיד אותנו. 真主党讲是以色列部队渗透进入黎巴嫩南部一座村庄，才会发生战斗，并且被逼退。双方最近冲突是愈来愈大，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的重心转移到黎巴嫩真主党。除了猛烈的炮击黎巴嫩南部，也有炸死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伫这么双方是真正伫咧黎巴嫩的境内交战。真主党表示，这只是对战的开始，南部的抵抗正伫咧上悬的备战状态。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南韩拜二的时庆祝军人节，伫阅兵仪式顶悬头一届展示南韩上大型玄武5型弹道飞弹，包含美国嘅 B-1B 轰炸机进行表演。南韩总统尹锡悦伫致辞的时，伊就警告北韩，准讲北韩动用核能武器来对付南韩，安尼北韩的政权会随乌有去。南韩伫出庆祝军人节，由总统尹锡悦亲身带阅兵，伫会场也有军容壮大的陆海空军队伍。佮展示各种的战车佮飞弹，其中去年试射成功，会当炸8吨大头的玄武5型弹道飞弹，嘛头一届公开这种天霸王级的飞弹，听我拍到地下100米的碉堡，攻击金正恩是南韩上大型的弹道飞弹，因是个探究的典军位，经过北韩唔当欧北来。 더욱이 러시아와의 불법 무기 거래로 국제 사회의 규범에 역행하며 한반도와 세계 평화를 위협하고 있습니다. 우리 군은 강력한 전투 역량과 확고한 대비 태세를 바탕으로 북한의 도발을 즉각 응징할 것입니다. 另外，阅兵典礼另外一个受人关心的焦点，就是美国 B-1B 轰炸机伫 F-15K 喷射机的陪伴之下做飞行的表演。 展现美韩同盟保卫朝鲜半岛的实力，因是一个呛北韩讲，若是好打敢用核武，就要准备互消灭掉。 만약 북한이 핵무기 사용을 기도한다면 우리 군과 한미 동맹의 결연하고 압도적인 대응에 직면하게 될 것입니다. 그날이 바로 북한 정권 종말의 날이 될 것입니다. 北韩受国防部副部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款行为。声明讲，北韩的军方会密切关心南韩有关战略资产的部署，并两个军方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要来彻底保护国家。 우리 핵 위협에 대해 입에 올리는 것 자체가 우리를 적대시한다는 것을 반증해 줍니다. 미국과 주변 국가들이 대결적이고 침략적인 속성이 스스로 변하지 않는 이상 조선반도의 안전 환경은 우리 세대는 물론 다음 세대에도 우연 복잡다단하게 되어 있습니다. 北韩驻联合国大使前一天伫 UN 大会顶面谴责北约嘛对美国咧震动派军机军舰来朝鲜半岛地区，引起军事对抗，强调北韩有权利保持强大的实力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利益。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今仔日国际上抑个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 对去年11月中以来，也门和伊朗嘅青年军动武装分子，坐驾用无人机飞弹去攻击红海嘅国际商船，因的理由是要支持巴勒斯坦人去对抗以色列。因若中国船嘛有受害，美国是要向中国建议讲，敢要做伙出手来确保商船的安全，也毋过中国是无意也无意。美国即马是指控讲，中国颠倒是走去向武装分子建议讲，爱因唔好拍中国船，去拍别国嘅就好。
来看越南的媒体是报讲有10个渔民9月底伫西沙外海讨海时，互中国船欺负，互中国拍，有4个人送病院。若所谓渔获设备是拢互中国抢去。越南外交部公开表达不满，不过中国外交部是回应讲，因为越南的渔船无经过北京的许可，就走去相关的海域非法去掠鱼。不过中国是讲，伫现场无看到有人受伤。来看联合国的国际移民组织 IOM 对外表示，有2架载320个人的船只对也门出发，驶去东非的半中途，有100外移民是互业者强迫讲爱跳海。救援人员已经赶紧去救人。若这件事件目前已经知影造成48人死亡。镜头倒来过来关心台中的光复路一带铁厝大工厂，昨昏是大火烧，加上风景头火烧甲真猛，边仔的2栋铁厝嘛拢互烧着。消防人员2点钟来有将火控制，70岁姓郭头家有走出来，不过头家牵手后生甲孙仔拢未赴得生，不幸归亡。大铁厝的工厂规个大火烧，消防人员到场拍火，嘛出动破坏器材要赶紧救人。火势真猛，加上风台风头，造成火势炭烧，一个倒起来就真歹收煞。那造成这栋大铁厝的工厂规个烧起来，佮炭烧去后壁油槽啊仓库甲冷冻工厂。他们是整个工厂大火，然后烧过来，然后我们后面再一路烧过来。就那家做木材。初二透早5点外，台中西屯光复路这带做碰椅的工厂大火烧，消防局出动12个分队去拍火。迄当阵70岁姓郭头家是随走出来，全身躯有30拍的2刀烧烫伤。也若是同齐住伫咧工厂的家后后生甲孙仔，拢掉伫咧内底，警消入去找人，确认3个人拢中罹难。辨识不出来，因为他已经有点碳化，而且大概只剩下骨架。伊本人佮因某。佮因囝，佮一个侄子，互侄子佮因囝病大汉啦。李长讲，出租的家后最近中风行动无方便，后生甲孙仔为了照顾伊，才会大做伙，所发生悲剧。警消表示，内底因为可能真侪做碰椅的茶、人工皮甲涂料，可能会产生有毒的气体。所以它里面有一些是化学的那些涂料的部分，可能我们在抢救的时候，我们大概同仁。会因为它这个状况，它是所以我们会比较小心一点，因为粘着剂的部分它烧起来可能就会更危险。市府表示，除了查清楚敢是违章工厂，环保局嘛出动空翕机监测烟流的方向，确认讲敢有毒的气体流出去，嘛发出空有警报，提醒民众都爱提高警觉。也若是火灾详细的原因，还佫爱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拜日下晡，云林有一个高中生是互客运司机拍，边仔的人甲规定拢录起来，放去网络顶悬。这间客运公司随甲这个司机换路线，学校嘛发表声明谴责暴力，家长已经去报案。这尾仔嘛，学校接送专车的司机上车了后，就大声咧骂学生，佮直接找车长来理论，甚至出手拍学生。这画面拢互边仔的学生录起来，传去咧网络。学校迄暗就紧急发声明谴责暴力。他在捷运的时候有一些失误上面哈，那所以昨天放学的时候，然后可能司机先在早上就有接获到他们的公司里面得到一些反应，所以在放学在接运学生的时候，所以才有那些反应。学校讲，伫初一早起有学生回报讲，这条交通线接送车有3个学生无坐到车，但是后车司机就驶走啊。学校嘛随向客运公司来反映，不过迄天放学了后，就发生这个司机共拍的事件。对这客运公司已经停派这个拍人的司机。昨天下午发生这件事哈，我们已经另外派比较好的驾驶员去行驶，把学生安全带回家。至于这个驾驶员，我们已经停派了。客运公司讲，目前这个司机未阁驶任何学校的交通接送车，而且接受相关调查。学校嘛强调讲，这个学生目前并无安怎，家长嘛已经报案，会对在场的学生来进行个人和团体的辅导，防止亲像这种事件阁一摆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风台三岛二事件侦办，甲当时也未定律。行政院长邓英台昨在有起灾害应变中心和地方政府视线，强调爱甲灾害降到上低。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去视察捷运环状线的恢复工程和防灾整备。也若昨下晡台北的风雨有变较大，市长蒋万安有去大巨蛋了解详细暗会准备的状况。菜价有没有一些波动？多多少少吧。三坨风台愈啊愈近，台北下晡风雨明显变较大。市长蒋万安临时新增加行程，除了到树洞市场视察物价情况，也到大巨蛋了解国庆暗会规划状况。特别去实际现场了解整个相关，包括逃生动线、进场动线，因为第一次我们是开放 B2 地下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特别的审慎，所以也了解一下目前整体的规划。台北市车下晡5点开始，陆续甲全市所山门甲滑铁坡都甲关起来，不过因为上班无公布，佮拄着下班尖峰时间，东吴往10指大塞车引发民怨。蒋万安讲，交控中心即刻启动包含周边交通的号志秒数调整，也联络新北交控，并且对包含南港、内湖2个分局来加派人力速度。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是去视察环状线复原工程的防范整备工作。台风来袭的时候，再度的到防战线的工地来行驶。整个面对3个台风来袭的时候，防战线的施工能够确保所有的安全固定都没有问题，可以抗我们3个台风的风力。三坨风台行经速度真慢，不过威胁预言是袂使忽视。行政院长杜英台早起亲身来到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全力守护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包括灾前的防灾准备、灾后的复原工作。第二，我们要全力维护公共事业及重要关键基础设施的正常运作的韧性。这2个使命是我们在这里工作最重要的事情。杜英台听取报告，并且甲地方政府视线连线，强调一定爱甲灾害影响降到上低，也提醒民众非必要绝对莫出外，就是上好防范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基隆市区伫昨昏过头了后，开始透风落雨。伫进前9月27日大水雨，是害基隆无论国中做大水，土沙是规个冲入去活动中心甲地下室。就惊即个风台来会阁淹水。即马学校是改用冻水棒咧闸水，嘛甲水引入去沟仔内底。黄色甘沙土的水一直沿山坡地冲落来，这是9月27日基隆武仑国中因为大水雨淹水的画面。这挂水全部拢淹到地势较低的活动中心内底，馆内的插头地板拢积水。学校后山收集下来的雨水，然后都是带有非常浓的泥沙，然后这样漫下来，来不及进到这个排水沟，然后就漫过马路，漫过我们的草皮，然后直接冲入了整个地下室跟活动中心的球场。过去若拄到大雨，拢会贴沙包来防止淹水。不过基隆市即摆咧，伫咧武仑国中即寡可能淹水的所在，第一摆使用即款红色的冻水棒啊来防止淹水。这学校20年来第一次就漫过草地，然后直接进到活动中心。9月27日因水利署财务损失，就惊即届风台会带来的大雨，搁一摆做大水。第10号川分署支援基隆市即寡冻水棒啊，甲为山顶流落来的水引入去排水沟仔内底。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到现场视察了解状况。一共有提供了700片，那目前我们各个学校还有各个区，一共刚刚消防局长说，一共使用了300多片，接近400片，所以未来还有300片的一个库存。假如各里邻有需要的话，那我们也会协助提供。虽然基隆市区早时天气算是稳定，但是过到市区也开始有风雨。到淹水的大武仑地区，一点头拢甲冻水门伫门口装好势啊。第10号川分署也设几落台抽水泵伫溪边，准备甲供出来的水沟仔水排入去大武仑溪内底。基隆市长谢国良呼吁民众提高警戒，愈晚风雨会愈大，就要做好防台准备。记者讲林玉凯基隆报道。今日旧历9月7日，海水大涝，为着要预防风台造成海水倒击，新竹市代理市长是要求各单位挖海所在一定要做好防灾准备，嘛有到地势较低的古港岛去确保海墘仔和浜边的安全。
古港岛目前人口约600多人，伫2001年纳入风台时，最北应该超过一个大人轻欠的关度。后来经过改善，已经解决饮水的问题。这摆碰到3度2风台，大家赶快是唔敢大意。那以往我们旧港岛曾淹过3次水，然后到最高纪录是超1.5米，对，就是本来是4.3公尺，现在改为4.5公尺。这个增筑计划完成以后，我们旧港岛的整个安全机制就提高了。因为拜四就是旧历9月初1，海水大流，加上风台瓦近，新北市代理市长拜三嘛带队来去现场关心，要求各单位一定要做好防灾准备工作，确保发生灾害时，破坏内的民众上无有5点钟的撤离时间。另外，也请相关单位传大型的抽水机去台面。第一时间已经请责成我们的消防局这个设立相关的移动式的一个抽水机。那我们在整个旧港岛带状的滞洪池的周边来去设置。那在相关的警戒达到范围的时候，我们就尽速的去进场。那一级警戒水位呢是4.3米的，当达到一级警戒水位的时候呢，那就是属于强制疏散撤离的时间呢。因若来到新竹渔港，海坑的风影有愈来愈大，船只拢已经入港靠岸，渔民也赶紧把渔船固定好好势，希望降低风台造成的损失。另外，伫新竹县拜三透早4点外，传出有树因为风台的关系，风箱头倒去，得到电火条，影响新埔地区的125户停电。好佳在经过抢修，拜三中昼已经恢复送电。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这2天全台湾拢停班停课，也若800支也唔通远，昨昏有风台假，不过敢若风卡头无啥雨。上报伫北部地区，有一寡民众走出去踅街，有人赶紧趁无风雨去款物资。上北家人昨昏初2放风台假一天，不过台北市一透早敢若风无雨，阁有出日。信义区街头有真侪民众排队等拉面店开店，一直讲想袂到会休假，好亲像是赚到同款。算烂，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这样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看到天气很好，就觉得今天的假是不是有一点就是突然掉下来的。镜头来到大卖场，也有真侪人全家出动，把握机会来采买宝贵买食食。我们很幸运，那当然是大家都是赚到的。反正放假嘛，就也出来走走，没什么风雨。还没有预期会放假，但是就蛮惊讶的。按照目前气象署的预报，上北家人桃园初3的半暝才会算入去3度2风台的警戒区，不过初2煞成放风台假。而且前一暗面临罢免危机的家人市长谢国良，意思是抢伫台北、新北、桃园进前，提早宣布休假。互外界质疑讲，这届休假有政治的考量。跟几位市长亲自通过电话，大家决定后才各自去宣布。宣布的时间是会有先后，可是决策的时候是共同的。大家共商的平台会采取大家一致性的一个判断，就是依照我们既有的机制以及4县市大家共同的讨论来重整评估，做出决定。上北家人首长拢强调讲，今日休假是照相关的机制，而且4个县市是一日共同生活圈，休假嘛是4个人共同的决策，无政治的因素。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风台天的关系，一寡超级市场拢有推出大雪白，民众是甲火拢抢了了。因为风台嘛影响花莲和台东，即马火车无开无车帮，苏花公路、南回公路、南海公路嘛拢未通，这是影响花莲台东的菜色轨迹运输。苏花公路早起8点开始开放3时段通车。车阵伫管制站排甲落长等要通过，不过下晡1点过的封锁，即马花莲关界南乡的农民真忧心，要再去北部的凉秋菜，干系当放3天。若是风台影响时间拖延，这个菜可能都要放在烂去。地震后也已经好几趟都走南回了，好，那这一次因为台风是从南部上来，所以就变成造成这一次可能已经中断2天，没有办法把菜运送出去这样。花莲的凉秋菜爱行南回公路上北部，过南回公路早起10点到1点开放，根本就袂赴上。
那台东的菜色主要是靠西部供应，即马菜市的菜嘛无多，毋过台东市的果菜市场伫公路封锁进前，临时请西部的菜商先载一批菜放喺冰厨，毋过上最干来当中用3工左右，希望风台赶紧过去。啊，等于都无法度啊，等于就大家巴肚下较暗嘞，食较少嘞。雨势持续下去的话，势必我们的一些农灾势必会有一些影响到它的收成。咱来看北部，为了因应3度2风台，各大超市的通路嘛接续推出菜色评价专区，包括买鸡、送鸡、甲蓝山价等优惠。记者来到家乐福，高丽菜早上抢甲空。像高丽菜就没看到了，就是被抢光了，全年很多青菜也都被抢光。前2天就已经买了，高丽菜很耐放啊，所以说买的没有问题。为了防止菜价起落，继续查伤多，农粮署提出相对的因应措施。根据北农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10月初1，大台北批发市场菜色的平均价起到每公斤63块7，创下历史新高。不过10月初2的平均价落到1公斤52块8，大将近20%。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旧历9月初1，人讲9月台无人知，意思是旧历9月风台是真歹预测。亲像3度日风台行的速度真慢，路线嘛真歹按算，影响咱台湾的时间较长。农民上该烦恼的就是收成的问题。伫中华溪湖种高丽菜农民赶紧看忙啊，因为即款高丽菜过2礼拜就会当收成啊。烦恼风台一个乱，因的心火会规个乌有去。中华溪湖这区高丽菜田过2礼拜左右地当采收咯，但是无奈拄到3度2风台，农民也赶紧来田的替高丽菜砍风雨的网啊，抽水机嘛传好势，就惊风台大雨来，心血全拢乌有去。但是农民表示，即阵就连风雨的网啊拢欠货。即个是用风台来，想讲这2天雨较细，啊想讲去买一个防护网保护者，甲参考，啊个去几啊间，就是卖到差不多啊，有大领的嘛有size唔对的，就是猛砍嘛，就是多预防措施安尼伫啦。农民表示，若无用网仔保护起来，风台来透风落雨，高丽菜叶唔奈和风吹甲打去，嘛会规粒烂去。另外，即阵当时中华离奇稻作要开始出水的时阵，人咧讲稻仔大多惊风台，若去扇着风，恐惊会变拍切。阮拄布落时阵，迄阵啊落开始风台来，即马就是生了无好啊，佮拄着风雨，佮甲拍落，伊可能佮生了无好，就是阮会讲，伊的这水啊，就是会空心啦，嘿，内底就是无迄米。其实现在的应该说每个作物它都是怕台风的，那尤其像是叶菜类还有水稻的，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都是现在正在被大出的时阵，那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作物。但是就是旧历9月初1，人讲9月台无人知，意思是旧历9月风台真歹预测，亲像3度2风台行的速度慢，路线也一直歹按算，靠天食青的农民只好提早做好防护措施，指望风台莫带来伤大灾害。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停班停课，病院诊所是一定无开，严格等要互医生看的病人就会真着急。也有一寡民众要领慢性病药啊，嘛唔知要去对领。即马有病院就表示，准讲继续向风台假，就会开特别门诊来解决民众的问题。抽水站一直伫抽水，要互可以排水的水位降低，就算宜兰暂时无伤大风雨，嘛因应3度的风台可能带来大水雨来做好防范。水收集进来平行抽水站，利用机械把它打到东川河里面。宜兰县初二停班停课，不过商场、街路甲吊鞋场有袂少民众，对着只有一般风雨，也有时出日头继续放假。有的民众认为讲有风放假是较安全，有的人希望讲好天气应该上班，因为安尼减趁一天的钱。外界是认为讲宜兰放假是配合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所下决策。这是预防胜于一切，就是还是比较这样放比较好。比较希望上班。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少赚一点。我们都是依实际的状况内部通盘考量之后以民众的一个保障为前提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布。放假对一寡病人也造成袂少的困扰，因为病院在停诊，有一寡人需要摕慢性的处方。若是讲继续停班课，烦恼会摕无药啊，到急诊去摕，烦恼当搁较贵。
比如说我们如果没有药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麻烦，或者是说可能就要到急诊就诊，那可能会更需要更多的医疗费用。就是说，如果有可能有2天台风假的情况，我们会选择预先评估在风雨比较小的那一天，单独的科都要必须有代表门诊。阳明交代病医讲，因应民众需求，伫风雨较细时阵，各科别拢会开设特别的问诊，互有慢性病民众有药通摕。若是停诊，也利用简讯来通知，避免互民众白走一逝。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闻界来看，台中的新盛景掌中剧团最近有推出布袋戏的底片，引用大量的动画，也佮用拍电影的手路来做影片，希望用现代技术，互布袋戏有新的舞台。听讲，修炼旭道门的道法，若会顺天教，可以超脱未来。我修配道，即时再见。道者为着追求一部道法，后来需要真注意的心魔。这出布袋戏《无名道》是新盛景蒋中局推出的底片。导演讲，这是伊受落伍战争和心境启发所写的剧本。伊希望透过战赢心魔来传达为和平、为别人设想的理念。道者伊原本是要追求伊上厉害的武功，不过最后应该是毋是要追求这个物件，伊是要追求和平这件代志。嘿，所以讲。无名就是不追求名，不追求道，无名道安尼吼。新盛景蒋中局是导演的老爸朱千贵先生伫1996年经办的，后来老爸伫2015年破病过身，由大兄朱胜甲接手，和小弟朱尚普做辉煌。运用动画的传统，因甲传统的影台金光戏改做光调导演，但佮挑战大荧幕布袋戏。朱尚普希望互传统艺术对时代变化有新的舞台。人吼对好故事的一个追求吼，是永远拢是伫遐吼。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拢共款吼，所以讲，这就是媒介无共尔。好，咱为以前这种传统布袋戏，一直变做金光戏，一直变成这个电视的布袋戏吼。其实咱一直咧做一个变化吼。导演表示，新作品《无名道》目前当地无主，10月20伫高雄电影节会为着映会和座谈。导演嘛讲，新盛景蒋中局一路来直直咧实验新的做法，就是希望互愈侪人看到布袋戏迷人的所在。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有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3度，上悬有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6度。外岛20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